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今天登场，为蓝色比尔街的沉默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破例在当妈的蕾吉娜金恩 Regina King 凭借精湛演技拿下最佳女配角殊荣。原本不想再接母亲角色，但听闻导演巴瑞贾金斯 Barry Jenkins 要将非裔小说家詹姆斯·鲍德温 James Baldwin 的同名作品搬上大荧幕，破例在演妈。蕾吉娜金恩今天在杜比剧院 Dolby Theatre 对现场来宾说：“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一流大师詹姆斯·鲍德温站在这里，有点不太真实。”他也像《为富不仁》Vice 的艾美亚当斯 Amy Adams、罗马 Roma 的玛丽诺德塔维拉 Marina de Tavira 和争宠 The Favorite 的艾玛史东 Emma Stone 及瑞秋怀兹 Rachel Weisz 等一同入围最佳女配角的女演员致谢，说她们是她在演艺圈的姐妹。蕾吉娜金恩的演员生涯始于1985年，当时年仅14岁的她以童星身份出演国家广播公司 NBC 制作的单元喜剧227。227于1990年剧终后，蕾吉娜金恩转往大荧幕发展，在《邻家少年杀人事件》Boys and the Hood 马路罗曼史 Poetic Justice 和星期五 Friday 接演配角，奠定她在演艺圈地位。尽管今年才首度入围奥斯卡并一举得奖，现年48岁的蕾吉娜金恩早已手握3座艾美奖，演技早已备受肯定。从影30多年的蕾吉娜金恩凭借2015年首播的失选犯罪电视剧《美式悬罪》American Crime 连续2年赢得艾美奖迷你影集最佳女配角奖，并于2018年以 Netflix 推出的7秒交关 7 Seconds 再下一城。中央社